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基隆河八堵抽水站附近的溪面，顶个月27号发现有汽油污染，所以基隆甲新北市汐止部分的区域自来水是出现着真杂片的汽油味。今仔日是代志发生的第5天，一透早，自来水公司的水车就紧急驶到受影响的国小，提供学校厨房用水。基隆市政府讲，这个汽油污染的事件，无即时来发现，可能是甲抽水站的杨某感测器故障有关系。提水管顶满一卡搁一卡水造化，这是基隆安乐区的建筑国小，厨房的工作人员赶紧将清气的水升起来。大家帮忙合作，会记得底水是因为顶个月27号，基隆河八堵抽水站附近的溪仔水发现垃圾油，和基隆水道水有奇怪的味，居民和学校用水拢受到影响。小心啦，小心！同款伫咧安乐区幼稚园嘛用柑仔小大卡塑胶桶啊，将清气顶柜的水道水保存起来。同一个时间，市府嘛赶紧供应15箱水。因为家里也是住在附近，对啊，所以一定会多少担心，所以就看政府方面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饮用水有关健康未当代替。基隆市府讲，这一遍垃圾油污染的事件，可能是八堵抽水站油膜感测器害起。油污如果浮在水面上，那光线反射之后，那个仪器去侦测到，像这次的污染物质的话，它其实在表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。然后它如果是溶解在水中，那油膜侦测器是没有办法去侦测出来的。淡水解水油膜感应和光线有关系，是透过反光的天度来感应。若是真高无铺伫咧水面，就侦测袂到。这一遍出代志是因为暗时感测器无法度侦测到垃圾油，是净水场的人员闻到臭油暧味，才赶紧应变处理。像这个用水的监测，水公司也责无旁贷。受到污染，淡水所受万知影，佫是用鼻影鼻才知。基隆市政府会对淡水罚50万。到底淡水是倒一个所在电动器，倒一粒螺丝零器，都爱何方对外说明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